那你刚刚说开场的时候穿泳衣哦？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个衣服贴身的程度有如泳衣啦，连我肋骨线条都看得出来呢。我真的没有夸张，对吧？所以我前3天吧，我吞口水，早上起来我吞口水的时候，因为过敏嘛，然后突然觉得喉咙有异物感，结果我就跟我唱歌老师说这件事，他说哦，那你要开始先禁止练歌，然后我就其实就是等于我有1天就等于停工这样子。他说最近脑地有点不足，是常忘东忘西之类的。就是因为脑袋都塞演唱会的事情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的表达能力也出现了一些障碍啊，行为能力也出现一些障碍。订个餐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订到2份，反正最近就衰事很多了，我快气死了。那你刚刚说开场的时候穿泳衣哦？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个衣服贴身的程度有如泳衣啦，连我肋骨线条都看得出来呢。我真的没有夸张，对吧？他只看得出肋骨的线条吗？其他线条你可以来现场看吗？一定要我巨细靡遗的跟长辈你说。有没有带出来啦？到时候。长辈这种事情就是我爸妈还有姑姑阿嬷，我会带到现场，其他的大家现场看。那个嘉宾是男生女生，性别总可以讲吧？男男女女也不影响票房吧？这样都太好。这有什么好顾啊？这样说好了，我想想，人妻可以吗？哦 ，OK， 这样可以吧？哦 ，A 啦。不知道不知道啦。不会就中了吧？喂，瞎猜。如果请得到他，当然很好啊。但是大家来现场。好。对。这次其实主要是在节目内容，因为我也做了一些以前没做过的尝试，比如说一些可以说吗？这就是翻唱别人的歌的数量，应该是说挑别人的歌是会挑，但是我挑的都是怪歌，有1、2首怪歌，然后就是也很就唱不好就会岔赛的那种，所以其实这些东西还有曲风也很多，甚至是这次要换的衣服也比较多套，对，就一切都是往更好去嘛。那你就是要觉得自己要准备更多。那现在肠胃的部分还好吗？不是我，那是门。但我肚子的确在痛。为什么肚子在痛？太紧张还是？今天突然变天啊，然后昨天不是才30度嘛，然后今天就变很冷。然后刚喝了一口麻油鸡啦，里面真的有酒精。对，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痛。我现在身体会很调皮，不知道它哪里又要出问题。我们用一个正能量收尾，要不要？好啊。就是希望大家，我很希望大家这次可以把新歌练一练，再来，因为我会唱非常非常多新歌。